錯啊，很方便，可以讓小朋友就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活動，然後放電這樣。這邊的話，教玩具很多，然後可以讓小朋友嘗試不一樣的發展，有大肢體的，也有小動作的，對啊。那其他親子館其實每一個都還不錯，都有他們的特色主題。覺得這裡就是蠻特色的，因為這邊是以那個園藝為主題嘛，那蠻多就是其他親子館沒有看到的玩具，木頭的啊，或者是其他的相關的玩具這樣子。我想親子館呢，對我們呢代表的不只是一個空間的意義，它其實代表着家裡面不一樣的人對於孩子之間互動的一個大的環境跟可能性。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新的一代在照顧孩子的全家投入的過程，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整個親子館給我們的精神就是全家，甚至阿公阿嬤、姨姨伯伯都會當台家族，咱做伙來期待囡仔在足豐富的環境內底，會當有足好的挑戰，有足好的學習，個足好。不港人甲伊鬥陣的互動。2012年的時候，其實在大港地區登革熱非常的嚴峻，那所以在這附近很多的居民就開始種所謂的香草，所以我們北區親子館其實就用在地的居民，而且香草的部分以這個自然的為主要的主軸，那再加上園藝的本身，讓孩子吸引的五感的部分，視覺、聽覺、嗅覺、味覺以及觸覺，而且從香草的部分也可以入自己的一個料理。我們從北區親子館的一些親子廚房的部分，也可以都做這樣的一個相關活動，都引起親子之間非常熱絡的一個熱烈的反應跟回響。所以我們在北區親子館是我們在地以園藝為特色的一個親子悠遊館。它這個活動中心的建築物哈，它很特別，就是1樓我們大合里在用的，就是辦一些公益活動啊哈，而且大型的。那2樓是日照，現在日照哈嘛是應該是講哈，咱的長照3.0嘛哈，很應付哈咱現在的需求嘛，因為都是老子化嘛。那親子館也很特別，啟發小孩子的他的那個應該啟蒙啦哈，因為他還沒開幕之前，他們都在我們樓下哈。我看在眼裡就覺得，這個親子館是真的是我們現在很迫切需要的哈，因為較早攏是一種阿嬤顧孫，因為生較少嘛哈，家長來顧這囡仔，他們一起遊戲，我是覺得這個很好。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2、1，北區親子悠遊館溫馨開幕。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哈，可以一起到我們北區大合里成立我們親子悠遊館，那也是我們全市第13處的親子悠遊館。非常謝謝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的幫忙跟協助，讓我們的政策呢可以一直的推动下去，來成就我們青年家庭減少負擔，而且呢可以受到政府政策的這個幫忙，讓他的小朋友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空間來活動。在辦理親子悠遊館的過程，包括設計還有委辦，我們給這個昆山科大莊副校長他們的團隊來接手各個設計的項目跟課程的安排，我想是最適合我們台南市的市民。北區的大合里的這個親子悠遊館已經開幕了，歡迎我們的家長、小朋友、大朋友，大家一起來。另外是講嘅，歡迎收看12月1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首先來關心一件不幸事故，上午8點，在安平慶平路頂有糞掃車正在執行清潔作業，突然有一台白色轎車無注意到，直接高速弄起嚟，造成23歲女清潔人員當場死亡。同事看到這幕，驚甲無法度承受後果。警方到場發現肇事的駕駛規身軀酒味，經過檢測數值竟然高達0.95。
糞掃車停佇路邊執勤，女清潔員落車收了糞掃，要行轉去車尾島的時陣，熊一台白色轎車直接弄過來，夾在兩台車中央，當場死亡。風是很大聲啊，蠻快的，至少超過100。總共險啊，那些肇事者。他說他沒有開車啊，他沒有開車。對啊，他說他沒有開車啊。這件車禍發生在台南安平，救護人員出動前往搶救，肇事車輛經警駕嚴重變形，車頭弄甲密毛，死者的男朋友正是糞掃車的駕駛。你給我放分手水，是，然後現在這就是住所就是要看裡面有沒有回收，然後就背後說。直接重傷。公司也是第一時間接到司機的通報，也是非常難過，非常認真。目前都是來大概3個月左右這樣。死亡的是23歲女清潔員，家屬趕到現場，面對查某囝的遺體，後加非常傷心。肇事駕駛是48歲的鄭姓男子，腳部骨折送病院。警方到場的時陣，伊還閣規身軀攏是酒氣，酒測高達0.99。經施予酒測值超過法定標準，詳細肇事原因由本分局進一步調查釐清中，予以強烈譴責，並採取零容忍態度，嚴格執法，持續加強取締，以遏止憾事發生。無過家己已經啉甲燒酒醉，猶原開車上路，警方呼籲社會大眾千萬唔通啉酒了後開車，共同維護用路安全。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距離民進黨擔任市長初選剩無1個月，候選人立委林俊憲16號上午透過錄影放送前擔縣長陳東山公開呼籲鄉親為伊支持伊的推薦影片。林俊憲表示，已經榮幸得到老縣長的小聽，而且對伊的遠見甲魄力，嘛親親啟發伊佇老人福利甲科技產業等政策的傳承。今年已經90歲，前擔縣長陳東山也相當勇敢，嘛關心地方。面對這擺民進黨擔市長初選，立政甲立委林俊憲對談，認同彼此的政策理念，所以16號嘛用錄影公開推薦，呼籲市民支持正派清廉的林俊憲。以正派個清廉，伊當守住這個民進黨最重要的這個價值。東山佇這所在特別。拜託大家，台南要上好，就愛林俊憲。為了老縣長的公開推薦，嘛，互立委林俊憲甲伊的初選團隊士氣大振。16號佇議員小廳召開記者會，除了回應伊甲老縣長30黨的恩怨，以及受牽介感恩，更崇拜伊爭取南科為台南拍基礎，以及第一個發老人年金等遠見甲貢獻，嘛，互伊親親受到啟發。期待未來傳承老縣長的精神。我感謝東山伯啊，伊認為未來台南市長愛有能力，愛正派清廉我甲伊已經有，其實我若是林北有30年從我當少年啦，我足少年的時陣，我第一遍參選議員，東山伯就以前伊咧做縣長，伊就捌來甲我徛台我講過去嘛，做伙佇美國有共同做台灣人運動的這個律師佇美國的這個背景話講到等，我真感謝伊我會用着東山的精神愛學習東山的精神，把台南顧好，把台南做好，互台南以後會當來大發展。立委林俊憲嘛透露，佇初選前的關鍵時刻，也有來自全國各地重量級的貴賓要公開徛台，請鄉親等來看。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台南市文化局今年佇大西門等所在打造7隻以虎城古地名為主題巷仔鳥雕塑，嘛引起一陣收集的熱潮。不過最近有民眾發現，佇天壇邊啊巷仔鳥的燈籠各式牌熊無去，懷疑被人撬開頭鐵。對此，文化局除了呼籲民眾好好對待作品，嘛已經向警方報警處理。請揭曉。
台南市文化局2個月前打造府城古地名的巷仔鳥意象雕塑，規條民權路的巷弄總共有7隻，讓市民朋友甲來訪遊客以輕鬆的方式認識府城歷史。也不過最近卻傳出有部分雕塑損害。沒有公德心，怎麼這個樣子呢？初步盤點，設置佇咧大井頭的雕塑主體是讓學生無說理弄歹，設置佇咧舊嶺的巷仔鳥雖然主體無歹，也不過古地名的黃銅告示牌竟然是規地放棄。可能造型太受歡迎了，還是怎麼樣？就是被民眾偷走了。那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也覺得它是一個蠻嚴重的一個行為，所以我們也在發現之後立刻的報警處理。文化局已經報警，強調巷仔鳥是傳達城市基地的重要角色，每一個黃銅牌攏代表着一段台南獨有的歷史甲空間基地，每一隻溪水標誌攏無同，黃銅告示牌頂懸的圖案嘛無同，有的是山，有的是寫文，引起遊客收集的調。我覺得整體上來說，可能我們還是要呼籲，就是可能向市民去多廣播一下這個東西，我們為什麼要設立在這裡，以及為什麼我們要去保護它。兩座損害的巷仔鳥雕塑會陸續修好，文化局呼籲民眾甲遊客愛以着溫柔的方式來對待這作品，守護屬於台南府城的美麗風景。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為推動台灣咖啡產業邁向現代化、標準化，農試所、嘉義分所甲農糧署合作，15號舉辦一場咖啡產業一貫機械示範觀摩會，展示對產業的管理、採收、搬運到後製加工的全流程，攏是智慧化的機構，要為台灣咖啡產業展開全新的里程碑。台灣的咖啡多年來在國內外評比摕到袂少好成績，品質備受肯定。不過欠工問題嚴重，造成咖啡無法度穩定供應。對此，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甲農糧署合作，推動咖啡產業機械化。15日上午，在大厝花間咖啡農場辦理示範觀摩會，展示因的成果。大廚花間，他把他一輩子就所有對咖啡的一個鍾愛，就是放在伊家己的故鄉東山啊，今日阮初步有看到一寡較好的一個起步一個產業對這個最辛苦、最困難的這個咖啡的一個那個去果膠，還有就是分析然後借由機械化的一個那個升級，這個是我們其實是感到非常欣慰的。那這個要謝謝農業部，謝謝相關的單位。農試所最主要是在技術的研發，然後配合我們農糧署的產業推動。那我們想今天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觀摩會。那我們農試所這一邊。張博士這邊呢，有很多品種的研發以外，我們後製的產品，我們是要配合我們的政策發展，尤其郭老闆這邊也在推動一些有機栽培。那我們看到剛剛洗果膠的部分，其實我們果膠的部分，如果在有機栽培的狀況下，我們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然後我們農試所也發展了一套技術，然後把這個果膠回收以後，來做成類似果醬的一個產品。這個示範場所就設在大厝花間咖啡生態農場，現場展示智慧化機具，同時示範為產品採收、搬運加工全面機械化的過程。在地，咱的人力老化，工愈來愈無。無工的時陣，你若無用一貫化機械化的物件來取代的話，我相信這個產業要行做歹行。個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講。因為阮遮有差不多60幾公頃的咖啡佇咱東山產區一樣攏是小規模的生產。如果有這套機械料，然後有機會服務大家，把我們這個產區做大，品質提升，我相信咱對外的營銷會愈來愈好。農試所表示，透過一貫機械化，會當省時省工。希望未來這個示範場所會當服務更多農民，提升咖啡的品質。將東山的咖啡行銷到全世界。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在這。
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台灣賣力超高齡社會，失智人口一檔一檔增加，為了協助民眾面對失智照顧的困境，嘛成為照顧者上佳實用的參考。台南市立病院甲衛生局合作出版一本多解失智日常照顧者問題解方的新冊，代要讓家屬透過各種真實案例，更清楚來掌握照護方式。同時嘛，看見陪伴當中的支持力量。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失智症已經成為重要的健康議題。這本書名《多解失智日常照顧者問題解方的新冊》，由台南市立病院神經內科王金柱醫生甲長照科等醫療團隊共同撰寫。對臨床經驗甲真實的家庭故事出發，用簡單的圖片來解說真容易捌，而且字體大嘛符合個人優先，希望成為照顧失智症的家屬真實用的參考。10號上午正式發表。好，這是我們這一次的4本書的一個4大亮點。這個認知也過程咱的治療有分啊，還是甚至要咱照顧這攏佇內底，甚至咱拄到的迄個資源，咱去爭取這個資源甚至有法律問題個咱照顧也要忝死，咱免照顧家己，攏有下底。我們就發現，其實家屬可能在照顧的過程中，他會不知道該怎麼找資源，他可能會很多問題，他不知道該如何去協助。所以，我們其實這本書呢，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幫助這一些家屬，幫助我們的失智者，我們一起看要怎麼樣的一起去度過的這個困難。該新冊除了文字，另外嘛提供聲音的版本，不只當看冊，嘛當聽冊。民眾需要會當到各市立圖書館、衛生所來借閱查詢。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冊，卻是推動失智照護甲家庭支持的一大力量。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今日一度台南市衛生局所屬的國民健康業務成果展，10號開始在永華市政中心2樓的廣場，以健康宇宙城為主題盛大登場。衛生局表示，用宇宙就是象徵健康照護服務的大範圍，用無同款的星球代表無同單位多元的健康服務。在記者會中，嘛拄好有日本產生的高中生來交流參訪，嘛互因做伙體驗長輩透過木繩具進行肌力訓練的過程。這種以台南健康宇宙城為主題，用充滿想象的星球概念，其實就是展現台南市對有心的婦女照護、高齡長輩健康促進以及癌症篩檢等完整的健康政策成果，嘛希望將過去較抽象的公共衛生，用輕鬆趣味的互動來理解。整個的人生的歷程呢，我們都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個各個不同的星球來展現呢，我們在每一個人生不同階段，那我們有不同的需求，那以及我們在公共衛生上可以提供給大家怎麼樣的一個服務哈，所以很希望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從今天開始呢，我們有1個禮拜的展期，希望大家有機會到我們市政府的2樓來參與我們整個健康的一個成果展。該成果展嘛是來自醫療院所、37區衛生所以及社區志工的共同投入，要讓民眾在遊戲當中理解健康。記者會當中，市長吳英婷嘛出席關心，強調健康不是政府單一部門的工作，而是全社區共同的責任。同時邀請拄好來訪的日本產生城北高中的師生來參觀，讓學生親身體驗高齡長輩透過木繩具來訓練肌肉的課程。
用一個比較生動活潑，用一個健康宇宙城的方式，用太陽系幾個行星的方式來分別描述，從醫院到社區到衛生所到這個年長者到失智者，或者是這個身體比較不好，甚至於也呼應了這個我們安南醫院林院長所提到的賴總統的888。好，那能夠讓更多的人得到健康照顧，而且不只是在醫院被照顧，在社區，在日常的生活習慣裡面，就能夠養成健康的習慣。最後，市長甲貴賓嘛佇健康生活的扛棒頂面簽名，向前跨國交流對健康生活的共同期待，並留下珍貴的回憶。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為了迎接歲末軍祈求新的一冬會當平安順利，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對12月底到明年元旦期間，將規劃一系列宗教祈福加公益活動，希望結合宗教的信仰加公益的關懷，為地方助力安定加祝福的力量。12月21日，適逢天赦日甲冬節同一天，大約是80冬一次的重要節日。凌霄寶殿武隆宮特別準備寶運經，並加贈生命紀念金幣，讓祈願信眾轉輪納福。國曆的12月21日拄啊天赦日，佫適逢難得這個冬節日，所以咱廟方特別舉辦這個添丁發財的祈福大法會，當然有恭請到真道長總安道長。現場來參拜，就是有下當由咱廟方這個跋杯贈送這個元老公跟觀世音菩薩的紀念金幣安尼。在12月25日，苗栗山濱媽祖經將首次蒞臨台南這個段，西境圓滿後，會來到凌霄寶殿武隆宮駐駕，並開放給信眾軟腳腳保平安。苗栗後龍的山邊馬這個中晝1點，就要來咱凌霄寶殿武隆宮咱舉辦着這個首次山邊馬來到台南這個帝後會安呢，所以來當然到咱面有舉辦着這個團體軟腳腳，然後恭請着咱山邊馬直接電來然後就來聯合大團拜安呢。12月28日，這是甲中華國際甲當壩佛教總會聯合辦理寒冬送暖火供祈福大法會，關懷東區、永康區、新華區綠色族群大約400多人，發送生活物資以及贊助金。12月28日，咱寒冬送暖就是祭祀永康區、東區、新華區加弱勢團體，當然咱特別要這個發放物資跟紅包，當然有恭請的這個來自國際加丹巴這個總督仁波切好來主導這個護供的可以為所有的信眾祈福安尼。明年就是馬年，廟方也將在115年1月1日配合政府活動，舉辦馬教神功祈福活動，邀請善心大德甲信眾共同參與。參加敲鐘的民眾，攏會當得到玉皇上帝、玄武上帝、馬教神功大吉大利祈福紅包。武隆宮誠懇邀請各界信眾踴躍參與。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為了讓學生自細漢建立正確食品安全觀念，市府環保局選出市面上常見看到的非法食品添加物，將變成遊戲當中的食安怪獸，設計出好耍又有教育意義的作用。台南市環保局15日與永康國小合作舉辦食安戰隊遊戲體驗，讓小朋友們化身英勇的食安戰士，組隊來挑戰。好，防禦，然後抽怪獸，你要去抽。桌遊中的怪獸角色皆取材自歷年食安盤查成果，例如讓湯圓變粉紅的色素怪獸、玫瑰紅 B、假冒奶粉的奶粉怪獸3聚氰胺，以及讓食物變 Q 彈的保水怪 Q 彈斜派、順丁烯二酸等，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廣食安教育。這個對學生來講，尤其對國小端，
它由生活體驗課程裡面去了解到說食品添加物的危害性，那也讓孩子從桌遊動手操作過程中去加深他的這種觀念，可以落實到你生活上。根据我們以往在相關查核的过程当中发现在食品裡面那廠商為了讓這個東西變得更好吃，看起來更可口，那就有一些非法的這個食品的添加物。那這些添加物裡面那很多都是一些化學物品。那這些化學物品其實那它的名字看起來都很陌生。那這些便不太容易被民眾或讓我們這個學生能夠清楚。那所以呢，這一次呢，我們就透過辦理這樣的活動，把這些不常見那聽起來很陌生的這些化學物質那我們把它換成是一個遊戲。讓這個小朋友這邊從遊戲過程當中能夠學習這些化學物品添加在食物當中對我們人體造成一個傷害，以及這些食品從哪裡來，那我們怎麼去預防它。透過桌遊，讓小朋友留意到容易被忽略的食安問題，有趣的內容也讓玩過遊戲的同學相當推薦。請你把你的角色卡放在你相對應的位置。很豐富又非常好玩，虽然我没有得名，不过虽然我没有宝石不是最多的，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玩，非常有趣，可以值得玩。食安戰隊很好玩，可以打敗食安怪獸，也可以收集寶石。食安作業很好玩，可以培養團隊精神。環保局表示，食安源頭管理已逐步降低非法添加物的使用。這次的桌遊更把過往查核成果化為貼近生活的教育素材，未來將搭配食安宣導活動，推廣至更多學校及社區，希望全民都能輕鬆辨識食安風險，提升自我保護力，一起成為最強的食安守護隊。食安戰隊在不在？台南新聞張碩維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2月1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3、4、5、6、7、8。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玩，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讓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
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5增5保庇。